讲到这条新闻呢，有影是假娘心肝火，梦见爸母因。来看这新北路九张中道有一对老翁仔某倒伫客厅，因身躯顶拢互杀10外刀。那警方呢是调监视器来追查，认为讲这30外岁后生嫌疑重大。暗头6点外的时阵呢，伫咧新庄掠着人，带登去侦讯，要来厘清犯罪动机。 手挂一袋物件要行转厝，这是老阿伯在世上尾的形影。隔顿刚互发现的时阵，甲因牵手倒伫咧客厅，已经明显死亡。那天晚上有听到吵架，只有人家以为是说他是家里的事嘛，没有人去报警，而且还有人听到说有女人在尖叫的声音。警方到现场为封锁线，因为死者翁仔某规分尸拢是刀伤，两个人分尸着10外刀。经过专案小组初步判定，这个60外岁的翁婿在生有抵抗。 有用手去动刀的分家，亲友他联系他不上，然后直接来住处，按门铃也没有回应，然后直接拨打电话，发现里面有电话声，然后就觉得说不太对劲。案件发生伫咧新北市芦洲，经过亲情报案了后，专案才逼出来。警方初步判定，死者因后生有真大的嫌疑，监视器翕到伊17半暝啊骑车离开厝内，目前已经查扣伊的机车，还佫有超出哪像犯案的查刀。 19暗时6点外，伫咧新庄的巷仔掠着人，已经带登去侦讯。遮单纯的巷仔某嘛，囝阮嘛罕咧看，若看到嘛袂甲人打招呼。这个涉案的后生30外岁，哪像无头路，罕也会去做山工，并无家暴通报的记录，捌持有毒品妨掠。因若即届敢是为着钱来犯案，会是厘清的重点。 台视大人的案件永过不时地发生，新庄某孙仔甲阿嬷讨钱讨无，就举刀甲抬，互判无期徒刑。遐人五个嘛有后生，哪像因为房产的问题甲老母抬死，像这种抬老母、抬阿公阿嬷的情形，拢可能涉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。修法之前是只能判死刑或是无期徒刑的，而在民国108年以后呢，有可能被判有期徒刑而已，它会被加重这1/2的这个刑责。 这项罪名经过修法，法定的刑度无搁限制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，毋过甲普通的杀人罪来比，会加重论罪，来处分心肝去有够补气、保天良、台视大人的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